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初3，以赛亚书26章12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愿你赐阮平安繁荣，因阮的所做，你拢有甲阮成就。三甲来祈祷，赐阮平安繁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有满满仁慈甲恩典的上帝，主啊，你无快快生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，主啊，阮要专心学罗你，阮要荣光你的名，因为你对阮的慈爱是遐尼大，阁救阮的性命无伫极深的深渊，因为你是阮的活命水泉，阮投靠你的，要有永远的活命。主啊，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，撤销阮的罪过。主啊，阮要专心来倚靠你，阮要一世人尊你做大。上主啊，求你赐阮平安繁荣，因为阮的所做，你拢有甲阮成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